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远远抬鸡角，近近烧鸡肉”。嘛有人讲“远的抬鸡角，近的烧鸭肉”。咱若有一个远路头的亲情要来厝里，想讲真罕咧见面，就抬鸡角，传一道真澎湃来招待伊。若住伫厝边隔壁的亲情，因为逐工见面，逐工讲话，无啥物稀罕，有当时佫会为着小可代志歹面相看。现代人甲人之间的感情，敢若愈来愈疏远。即句俗语是要提醒咱，着爱好好珍惜身躯边的人，有代志嘛会当互相支持甲帮赞，安尼较实在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